大埔宏福苑奪命5級火，入夜之後火勢仍然未受控，至今已經增至最少13人死，當中包括一個37歲嘅消防員。多個單位都火光紅紅，消防不斷射水灌救，多架消防車在場戒備。消防話難以估計幾時先至夠熄。唔少居民到附近嘅臨時庇護中心暫避。我望到當時啲火勢咧，就係好少嘅啫，好似呢度鐵門咁高嘅啫，以為即係話佢戒嘢，以為即係我諗以為佢戒嘢咧，就即係燒焊啊，或者有火花咁彈到啲草着少少，唔係一個大問題咧。咁我又覺得唔係，後尾睇下，哇越睇越犀利嘅，點解咁得意嘅？整下。哇！一路話都冇咁快咁，咗聲燒咗隔離嗰棟，一望下，哦咁多煙嘅，越升越高嘅。同屋企人住嘅，咁安置咗屋企人啦。首先，咁屋企人就而家喺親友屋企就暫住啦。咁至於我呢，就應該喺朋友屋企住嘅，但係之後嘅情況就暫時未有諗法，因為都幾混亂嘅，因為冇諗過個火勢會去到持續成日都未夠熄。